转场哦 ，OK 好，还是搁定来哈。台湾虎有城柠檬皮哦，哈，拍手有拍手，柠檬皮。好 OK。台湾虎城教会报吼，第11章，公司12年5月教会消息吼。头一句讲，阮情请人所做的论吼，已经坐逼来交吼。即、个阮吼，头一字应该是阮吼，印了无清楚，但是应该是阮。阮是漳州腔啦吼，南部腔啦，阮北部拢讲阮吼 ，GUN 吼，第二声。阮甲咱吼爱分得清楚吼，这台语足基本的吼。阮甲咱拢是we嘛吼，就是英语迄个we。但是阮是，当你讲阮的时阵是无包含你对话迄个对象，啊，你讲话迄个对方无算在内吼，这是阮吼。啊，讲咱的时阵就是我甲你算在内吼，所以咱是好朋友、好兄弟吼，对方就伫内底啊。啊，阮含你无关系安尼，所以对方都无算伫内底吼。咱来看，我拄则有查即个台理大书店吼，即足基本的，但是爱知影，所以爱讲一下吼。阮就是阮吼，那什么GOAN 吼？那含我拄则看的无共，无啥共。哦，这是迄个甘利店吼，想着台理大书店。咱先看阮吼，讲阮是无包括对话者吼，对方无算在内啦吼。比如例句是，比如讲阮台湾人啊，当你咧讲的时阵，就是对方毋是台湾人嘛吼，你才安尼讲阮台湾人吼。第二个用法是讲表示亲密的我的啥物吼，阮老爸吼，阮厝吼，即种用法。啊，另外是咱吼，咱就是有包含对方啊吼，甲对话者包括在内吼。比如讲，你是做武官，阮是做文官吼，总是咱偏是政府的官吏吼，拢是嘛吼，你嘛是，我嘛是，所以咱。第二个是表示亲密之意的我的吼，咱台湾吼。等你讲咱台湾，就是对方你甲所有人，甲所有听你讲话的人拢算在内吼，咱台湾吼，还是咱厝里也有吼，咱厦门吼。当你讲咱厝里也有的时阵，对方也嘛是算在内啦吼，但是无一定伊是含你共一家人吼。等于讲，咱厝里也有，就是讲你厝里也有，我厝里嘛有，大家厝里拢有啦吼。好，迄是阮甲咱吼头一字吼，即足基本的啊，拄着就先煞讲者吼。啊，无少年人有时啊，阮甲咱都分袂清楚吼。好，前文吼，计共收到40篇，新主论23篇，定两个题目嘛。第一个题目就是论即个拜神主拜祖先就对啦吼。新主论23篇，祈祷论17篇，就是写祈祷的啦吼，论祈祷的代志吼。
17篇。章中有2篇写唐人字，就是这其中吼有用汉字就唐人字就汉字吼，有2篇吼，较袂算伫遐无算在内吼。阮已经有请下门打马字先生参叶先生要甲阮斗看批评吼。所以，即只阮讲的是台南府城的教会嘛吼，应该是讲府城台南府城教会报吼，可能伊的编辑啊是啥吼，要甲阮吼斗阵来斗看来批评吼。伊即只有讲了2个人吼，一个叫打马字，一个叫叶先生。叶先生我毋知影是咧讲啥吼，打马字是迄什物？迄当阵因一开始吼，宣教师来发展白话字的时阵，打马字应该是一个最主要的人物啦吼。所以咱即嘛有法度看即个即个白话字的即寡文章吼，其实也感谢即打马字吼。但是伊无来台湾，我印象中伊是无来台湾，伊拢伫厦门啦吼。所以你看伊遮写讲是厦门的打马字吼。遮尔重要吼，算是祖师爷吼，咱白话字的祖师爷吼。因一开始发展，佫毋是伫咧厦门，敢若是伫咧新加坡、是马来西亚，我无太清楚是伫倒位啦吼。叫做因一个什么英华学院啊，啥物吼，你研究即个白话字，发展白话字吼。打马字伊后来退休，转来美国，死伫美国吼。其实伊的故乡离我遮差不多半点钟的车程吼，袂介远。我有伫网络顶看到讲伊搭的迄个梦吼，离我遮就是差半点钟车程的所在，伫个故乡遐啦吼。毋是一道，其实我去过2逝吼，我全工驶车要去看伊的墓，是讲甲献野花。结果我第1道去无错，第2道去嘛是，第1道去是敢若是无特别讲一定爱去找啦吼，经过去看看尔。第2遍就真正研究讲，我要规个要去找伊的墓牌，结果我规个墓园吼，有遐有2区啦，一个大区，一个细区。迄个较细区的，我伫遐踅嘛，差不多要半点外钟，拢无找着。好，以后有机会再过来看，顺看看吼。即个打马字吼，你若有兴趣知影即个人的故事，你会当汉字是写打马字吼，打马字点啊加迄个打马加迄个打马吼。好，甲各位介绍一下祖师爷啦吼。第2段，等下吼，这什么意思？3月25、26，头前即个这是啥物意思？我看无吼。等下再转来翻头转来看吼。这3月25、26有可传道吼。安尼嘛是佫看无即个这字是毋是啥物意思？看无。3月25、26有可传道。即个这字啥物意思？我查一下吼。这佫有我毋知的意思。啥物无即字？甘地店。这是即字汉字，这咱平常时拢念这较侪啦吼，即个这啦吼。甘地店是原来有收即个音这啦吼，可能是即吼。这3月25、26有可传道吼，就是即个3月25、26这2天吼，即个
今年3月啦吼，这3月2526有考传道，伫应该是报社啦吼，伊即个声调符落到去吼。伫报社有3个来互甘牧师考吼，就是王家、潘乌欢、潘君乃吼，这3个人。伫府城有4个来互巴牧师考，就是吴义、潘明和、吴家宝、潘阿维吼，名直接叫做家宝吼，家宝显吼，显就是继母啦，母鸡啦吼，潘阿维。伫阿高有6个，阿高咧屏东吼，有6个来互涂牧师考吼，就是赵竹祥、乌果、罗阿兰、启春、潘明珠，除去后山2个以外，还佫有9个人无来考吼。阮看安尼无啥欢喜。从中有诶，的确是有因端吼，因端就是原因啦吼。有因端吼，你若汉字要写吼，端就是端午迄个端吼，因端总是不该遐济无来吼。那遮尔侪人报名无来考吼，但是毋望后邦搁考。看会得较侪人来，虽然有诶家己拍算，袂堪得考，有诶拍算讲家己可能考袂掉啦，袂堪得考的意思安尼吼。还佫着来受教示，吼，认为讲家己考袂掉，应该爱佫受教示，就是爱佫学习啦吼。又佫有一项通嫌吼，伊即个印刷实在足歹。有一项通嫌，就是有诶无写论来交阮。一项通嫌啦吼，就是有诶无写论来交阮吼，无写应该是讲头前即个经文诶即个无写来交阮。即个是互阮想袂晓得吼，我想无吼，有啥物歹写？人全伫传道理，毋免做别物的工，要刣会讲伫半年的中间，到无闲通写一篇论吼。即段我搁读一遍吼。人全伫传道理，毋免做别物的工，要刣会讲，伊讲，即寡人专心伫传道理尔吼，全伫传道理，就是往理吼，全就是往理。敢若你做即项代志尔，就是传道理的代志，毋免做别物的工，你若毋免做其他的代志吼。要刣的，就是怎么会吼？要刣的吼，要刣的讲伫半年的中间，要刣为虾米你会讲啊？你伫咧半年的中间吼，无闲通写一篇论，连写一篇论的即个时间都无吼，哪有可能吼？要刣讲伫半年的中间到无闲通写一篇论吼，即句落长吼，意思就是安尼。请恁大家想看，后邦不论有来考无来考，总着量早来备办有一篇论吼，
到时便便通交吼，就是不管你有要来考无要来考，爱写一篇论吼，到时阵通便便通交吼。当有议论，今年差不多9月间要搁考吼。当有议论，就是有你讨论即项代志吼，就是今年差不多9月间吼，9月中间要搁考啦吼，要搁考传道吼。日期后来定着日期后来定着通甲恁通知吼。日期后来定着通甲恁通知，就是以后日子会确定了，会甲恁通知啦吼。所要考的排列伫下底，直接甲恁讲要考啥吼，即只有6项吼。第一，萨摩尼上卷第1章甲17章吼。第二，数图行传13章甲28章。即个数图行传，即个数图2字爱安尼读吼，数图就是华语叫《使徒行传》吼。使徒叫做数图，迄个天使迄个使吼，伫遮是读做数嘛吼。因放伫头前啊变调，第3声变调是第2声吼。17325吼，这是阮的考卷啦吼。是57321的，不管是对一种考卷，拢是第3声变第2声，3变2嘛吼。17325357321吼。所以读做数图吼，数图行传吼。这只是行吼，爱变第7声嘛吼，数图行传，传就是已经第7声第7声吼，所以行传吼，两个拢是第7声。即个传字嘛爱讲者吼。顶回咱有讲着讲日本时代一寡台语音就已经开始读走逝去吼，因为无汉语啊教育，人就开始看着汉字吼，有编就读编，无编家己编吼。就是边仔有一寡偏旁啊，会当读的，你就直接去读啊，无就读中间啊，无就是家己编啊吼。所以有一寡汉字伫咧日本时代开始读走逝去。但是有一寡最近的一寡汉字，就是最近这20-30年啦吼，因为华语影响，一寡汉字就开始原来音读走逝去，但是迄毋是讲迄毋是讲袂晓家己编，迄是因为受华语影响去读毋着。比如讲即个传字，另外一个音叫传啦吼，传教的传吼，但是足侪人读毋着去吼。上明显的是伫咧部队内底吼，讲传令，逐个拢念毋着去。早一下吼，莫讲我后壁讲。THOAN 吼，第5声。伊大陆大字典，这是大陆大字典还是甘字典？我都袂记。这甘字典吼，甘字典收2个音吼，一个是传，就是即马讲的即个行传吼，所传的册吼，就是传吼，经传吼，福音传、祖传、春秋传，即拢叫做读做传。另外一个音是传吼，传教。传令、宣传，拢读做传。烧刷、报扬、交互、调来、流传、传道，拢读做传吼。绝对无另外迄个华语迄个音吼，迄绝对是读毋着去。莫读毋着，读久讲阮就拢安尼读吼。你著读毋着，我甲你讲，你认为你才对，安尼我就无必要加讲啊。
佫足侪字啦吼，我拄着才讲吼，其中一个吼，形吼，啊，即个形，《使徒行传》迄个形吼，伫即只是拼形的形嘛吼，HENG 第七声，甘字典，即个形。伫台语有遮尔侪音吼，行吼行哦，行哦，行哦，除了名词，佮另外一个会当做形容词啦吼，就是诚请呀意思吼，介行哦，这等下来看吼。另外是行吼，行就是行动的行嘛吼。佮来一个是即嘛速度行端吼，读着即个啊，咱伫个即个公布写印的是印第一声啦吼，应该是第七声啦，我嘛感觉应该是第七声，伊可能印对吼。速度行端吼，所以我读做第三声嘛。速度行端对，我读做第三声，所以伊是第七声变调变第三声。行就是骹热、款式、所行，我都讲品行吼，即只品行吼。所以为虾米读做速度行端，就是因为是行吼，伊毋是行吼，毋是行转吼。行转是华语个读法啦，台语叫做行端吼，品行啦吼。过来是行吼，行是白话讲话，就是讲行路吼，迄个行吼，用即个汉字啦吼，用即个应该我感觉是若敢若是白话音的读法啦，或者是意义啊吼。叫做行，即字我就毋捌看过吼。抓即字是抓吼，就是华语讲写一行字、两行字迄个行吼，类成行吼，迄个行就是抓吼。即个词我看无吼，咬片抓，等来查者吼，咬片抓。甲袂上抓吼，哇！这遮尔深毛咯，遮尔趣味的即个台语吼，我毋捌听过吼。正抓吼，正做一抓嘛吼。布抓就是应该是布料啊，我摇啦吼，等下当查看嘛。西抓吼，西抓应该就是甲即个纱布拆做一条一条安尼吼，等下当查看觅吼，即我拢其实毋捌听人安尼讲。安尼抓是捌听过吼，抓就是绝对是捌听。讲一抓两抓，写一抓哩啊，老师罚写10抓，就是即个抓哩。歹势。好，拄则讲要看一下行五吼，来查一下行五。即个是我伫巴克班圣经学到的啦吼，甲大家分享一下。NGOU 第二声，哎呀！要查的时阵，佫袂使用白话字查，爱用英文吼。HANG 第五声，这是行五 NGOU 第二声行五。吼，行五我拄则讲两个意思吼，一个就是队伍嘛吼，叫做行五吼。第二个是行列整齐，佫有威风吼，就是诚派头啦吼。你看，第一个无例句，第二个有吼。顶头摆起不起行哦，吼，啥物意思？诚威风，诚派头，我拄则讲啊，诚请亚啦吼，诚请亚啦吼。顶头摆起不起行哦，请亚可能都爱早吼，人都毋捌听过哦。行哦，派头哦，好来先查派头，派头，第五。哇，台字典无啦吼，请呀咧 ，CHHIANN 第七声，请第一声，呀 IANN 第七声，哇嘛无，毋是无啦，是我袂晓查啦，我查的方式可能毋对啦。譬如讲，伊可能是我声调拍了无介准，或者是
伊收另外一个腔口。我用找台语找看觅吼，请赢，请赢吼，陈明仁的小说内底有用着即个词啦吼。陈明仁的小说，我看一篇，我有买一本迄个吕美清吼，吕美清啦吼，吕美清啦，伊所编的迄个台语现代小说集内底，我印象上深的就是陈明仁写迄篇哦，足趣味的，足精彩吼。OK， 请赢，敢若大华山顶书店有收即个书尔，是毋是我引用毋对去啊？我用另外一个音测看觅吼，若无即个拼音是毋是对？嘛无。OK， 另外一个音是无拼音的，头前即个车无拼音的车赢吼。TJ 台语白话小书店有收吼，啊，即本因为伊有版权，所以伊无互人收，所以你内底看袂到。伊有，但是第71页有啦吼。稍等下，我甲即本书店找出来。我是缺对。TJ 是张如虹吼所编的一本书店吼。T 是张吧，张如虹。这是名头一字吼。71页，我选一个吼。71页，车赢吼，伊是安尼写吼。排场大，铺张堂皇风光吼，所以车赢的排场吼，是例句是安尼写，这是车赢。啊，拄则讲行五哦，嘛是会使吼，行五哦，极其行五，就是正车赢的意思吼。派头就免查啦，反正华语嘛有即个词吼。咱今仔日吼，敢若即个伫遮可能会讨论足久诶吼。过来是抓一抓两抓，即个抓，因为我就有兴趣知影即个啥物意思吼。咬片抓，即啥物意思呢？咬片抓是片抓 ，PHINN 第七声抓 ，CHOA 第七声吼。片抓是拉狗拉犬啦吼，顶顶片拉咪行过的热来追踪，就是狗啦吼，狗啊去骗伊要掠迄种动物，还是对象，伊要去掠迄个对象的所行过的即个骹热来追踪，叫做骗抓，就是用骗即个骗，你会知用动词去理解吼，去骗去抓人行过的迄抓嘛吼，骗抓。所以搞骗抓就是讲骗仔诚厉害啦，有法度靠骗仔去找出你要找的物件啦吼，搞骗抓。今仔才学着啦吼，所以以后你会当安尼讲吼，拄着好骗使吼，搞骗哇诚厉害，搞骗抓吼。好，过来是教袂上抓吼，我来查一下这是上抓啥物事？就是袂上抓，就是成不了一行嘛吼，教袂上抓，就是安尼的意思啦吼。上是第七声，抓 CHOA 第七声，上抓吼。
大理大字典汉字是写做上行吼，当然这毋是坐火车讲个北上行迄个意思吼，是上蛇吼，蛇即个行是蛇，读做蛇吼。好，就是得到要领，或者是对代志习惯吼，教袂上蛇。学也袂上蛇，所以你要安怎理解上蛇？啥物意思？是成一行嘛吼，啊，你教袂上蛇，就是外国一撮嘛。你甲你教遮久，你阁无法度徛做，敢若比如讲班兵10个囡仔徛做一班安尼，啊，教恁讲安怎叫做一蛇，结果恁无排较排着排到外国一撮，教袂上蛇嘛吼，就是安怎教都无法度排做一蛇吼。学也袂上蛇吼，相反就是无法度吼，学袂好吼。即着上蛇，你安尼去理解，你着记会牢啦吼。教袂上蛇，啊，学也袂上蛇吼。拄则是交骗蛇吼，啊，教袂上蛇吼。过来是正蛇吼，正蛇我相信嘛是含上蛇差不多意思啦。咱来查看觅啊。CHIANN 第7声，毋是第5声吼，正意思是第5声吼。哇，无啦吼，大理大字典无收正蛇。找台语嘛无吼，无正蛇，我是毋是音有拍毋对去？对啊，正蛇 ，TSOA 哦 ，TSOA 无，这毋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的 TS 吼，我知影讲白话字伫咧初发展的时阵有 CH 甲 TS 这两字拢有吼，啊，但是我无啥知影是当时用 TS 当时用 CH 吼。了后来就是拢用 CH 取代 TS 吼。搁另外一个词讲捕蛇吼，捕蛇。捕蛇，捕 ，POU 第3声，无，但是歹势，改做 CH 才对 ，POU。捕蛇有啦吼，我拄则拍毋对吼。捕蛇是捕会经费蛇，就是捕你若真足看伊是用丝线冲线甲环线吼，安尼直交织做一块布嘛吼。啊，伊不管是冲向的，或者是回向的吼，拢叫做捕的经费蛇嘛吼，捕蛇。我毋知日文版看有无？捕蛇。ぬの縦横の筋的话哈，ぬの糸筋哈，好啦，这捕蛇的意思，毋是我拄则译毋对啦吼，我译讲是布条啊，一条一条安尼，但是毋是吼。是捕蛇，是讲迄个捕的迄个经费蛇吼。另外，今日顶收足侪书，我
一个一个拢甲查，另外一个叫做西蛇吼。西就是其实西和布差不多意思啦吼。西蛇，所以西蛇可能就是布蛇吼。相款嘛吼，你看伊嘛是写讲布的经费蛇吼，就是西蛇，无放较西蛇互人，是啥物意思啊？即个例句看无吼？西蛇无放到哦，这是一西蛇互人吼，无放到一西蛇互人。伊的日本的规则看无吼，一日把一本残してゆかぬ，无放到一西蛇互人。我看一下即个一日把是啥物意思吼？我咧摇这是毋是讲即个人诚龟孙啦吼，诚当生啦吼。龟孙是我细汉就听阮时大人讲的讲法吼，就是非常吝啬吼。啊有人较接听的是讲当生吼。我摇啦吼，但是佫无确定啦吼。哎呀，伫倒？哦，伫遮。一日吧。顶端吼，你若我先用汉字册啦吼，顶端拍迄个卡呐。因为卡若飘的是古早读法啊，有时仔用卡若电脑册无，我无呢，无顶端，一日吧。好，一日吧，我来查者一日吧。CHIRIBA，但是吧敢若是头前有一个促音吼。无呢，一日吧。歹势找无吼，所以我毋知一日吧是啥物意思吼。讲一日吧一本残してゆかぬ，无放甲一西蛇互人。一西蛇应该讲，若敢若一丝啦吼，一条丝安尼啦吼，连一条丝都无放互人吼。啊，但是因为即个无前后文啊，咱无法度理解讲即句话啥物意思吼？是讲即个人足龟孙呢，足当生呢，还是讲伊无迄个负面意思，敢若意思是讲伊无留别人安尼尔。好，即个蛇字啦吼，即个蛇字为啥物咱讲较蛇？因为咱讲较含糊嘛吼。读到等下读到天涯海角去啊！袂记咧对开始读起吼。含糊吼，含糊为啥物叫做含糊？就是拄则讲你即个行字吼，或者是行字。恭喜，你讲伊有留言，恭喜非常渺小事物的意思。哦，你讲迄个一日吧吼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讲，连一滴滴啊都无留互人嘛吼。一日吧一本残してゆかぬ。看日本的规则嘛是，整句啊，嘛是无法度理解讲即句话啥。但是你会当安尼讲，无放甲一西蛇互人吼，无放甲一蛇
无放啊一撮西互人吼。一点都不留给人家啦。对，无放啊一细撮，一点点吼，西是足幼的，迄个纤维嘛吼，一细撮，连一丝纱都无留别人吼，无放啊一细撮互人吼。好，拄则是因为即个行字啦吼，行五吼，啊为虾米讲行五？就是拄则讲，又搁有一项通，就是歹势，读到倒去啊？请恁大家想看吼。后帮对，歹势，伫遮啦，数独形段吼，形应该是第7声吼，伊这个声音声调符号写毋对去吼，数独形段吼，敢若这4字啊，读到即嘛9:12分吼。第15章的道理着较详细讲究吼，意思讲第15章恁爱斟酌看啦，必考啦，一定考的啦。第三就是犹太地理摘要吼，摘要就是摘要啦吼，应该是啦。虽然我毋捌看过即个书，但是应该是吼。来查一下摘要。TEK 摘要 IAU 第三可是日本书里话，切一个英文。啊，无收哦，摘要对啊，我拍着啊。无收，无收，摘要吼，摘要啦吼，第6回、第7回、第8回吼，犹太地理，毋知因迄当阵是毋是有教科书啊啥吼。第4，用加列太书2章20节吼，做题来写论吼，做题目来写论吼。加列太书，加列太就是和合本叫做加拉太书吼，用白话字写吼，考试伫白话字写吼，这是其实毋是介困难的代志啦。你若有法度通读白话字，你拢写会出来吼，毋是啥物困难的代志。比写汉字较简单做吼。第5，论的道理评了后。论的道理评了后，也要搁评字甲音号的关系吼。这应该是讲你写一篇论，我甲你评分了后，我后来会看你字是毋是有写毋对啦吼。音号就是辅音是毋是飘对啦吼，声调符号是毋是写对啦吼。第6，白话字甲唐人字有缘要考吼，我哪会考白话字甲唐人字？汉字我哪会考吼？好，爸咪帮阮斗选一个吼，11期第2页2吼，第2 9:15分，读9个公布足无聊的，但是呢，你若拄着足趣味的台语伫内底吼，我干若现咧字典词典，我现甲天边海角去吼，请各位吼配合我即种奇怪的即种兴趣，安尼就足趣味的吼。好，第2页，前章有讲议论。议论庄吼，议论庄这地名吼，议论庄敢若是伫咧云林县，即嘛云林县遮吼。前章有讲议论庄姓偌个有议论，伊要发落即所在，互咱做礼拜堂吼。伊要发落一所在，互咱做拜堂吼。我拄则即个字吼。
无读变调，就意思就读毋对去吼。伊要发到一所在，就是一个地方吼。我拄则读做伊要发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我读做即所在吼，毋是吼，是一所在吼。线内诶讲议论，伊议论讲，伊要发落一所在，互咱做礼拜堂吼。即只是有一个词叫做发落吼，发落吼，但华语诶写法吼，发落。伫台语诶意思是啥物呢？哎哟，发是第八声吼。发是第四声，但是是第八声变调。哦，伊声调符号拍毋对啦吼，应该是第八声啦吼。啊，但是读诶时阵头前仔着降落来吼，就是变调变做第四声吼，变做发落。发落就是指挥计划来处理吼，叫做发落。和华语敢若意思无介共款吼，但是差不多是处理的意思啦吼。发落家来，就是发落家来，就是等于是当车的嘛吼。华语叫做当车，就是你厝内大大小小靠你来决定啦吼。发落家来，靠你来指挥啦吼。其实应该是指挥个意思较重，毋是直使吼，是指挥吼。发落家来。拢是伊一个咧发落吼，即只就有指挥嘛，有迄个决定的意思吼，拢是伊一个咧发落吼。OK， 所以发落是安尼用法吼。但是你若华语可能就袂安尼讲吼，袂讲啊，都是他一个人在发落，敢会安尼讲？我毋知华语的语感有愈来愈差吼。啊，无重要啦，反正你会记得台语是安尼讲就好啊啦。好，啊，即是安尼讲，伊要发落一个所在，互咱，就是意思伊会去安排啦吼。所以即是就是安排的意思嘛吼。伊要去安排一所在，互咱做礼拜堂。后来土木师去杜君英，咱捌讲过吼，是敢若是屏东迄一个所在叫做杜君英庄吼。迄含迄当阵杜君英因是啥物？林爽文吼，因迄个事件，其中一杜君英的部下啦吼，因后来家己迄个大迄个所在一个庄头，直接名叫做杜君英庄啦吼。后来土木师去杜君英参兄弟师娘，就是参兄弟踮遐思考讲，因大家讲袂用得吼，因大家讲袂用得，是因伫遐咧烧钱，要用迄个所在挖靠咱的势力若定吼。意思啥？意思讲，伊迄个杜牧师去了解，才发现讲，原来因即其中吼，华语即摆讲有猫腻啊吼，我毋知大概来讲吼，意思讲即内中其中佫有内情啦吼，就是因其实是要挖靠迄个教会的力量吼，啊想可能要占地还是安怎啦吼，啊所以因认为安尼袂使吼，所以是因伫遐咧烧钱吼，要占土地嘛吼，烧钱土地要用迄个所在挖靠咱的势力若定吼，所以无拍算要去接受伊的即个好意啦吼。9:21，咱继续读落吼。教会的消息吼，教会消息落长吼，写2张，但是咱继续甲看咧吼。第9章教会报，第9章教会报是咱讲第9期啊吼。册单吼，迄年有寄伫逐所在要卖册。
地沟长教会部的册单吼，迄年就是迄内底有寄寄伫逐所在要卖的册，就是有记载讲逐所在有刻一寡字要踮遐寄卖啦吼。即叠要换2项，一项是唐人字的句约全书，若使一副就好。若使一副就好，这啥物意思？毋免用2副。若使一副就好，就是讲若用一副就会使吼，就毋免用2副啦。但是这只是讲啥意思啊？一项是唐人字的句约全书，若使一副就好，毋免用2副。即叠得要换2项吼，伊讲2项要改掉啦吼，啊，即其中一条吼，无解理解吼，因为咱无啥知伊咧当中的故事，尤其是讲地沟教会部的地沟长，我记得咱个地沟期吼，因为伊即个台语文记忆吼，即个网站收教会公布的时阵，对第6期到第10期中让3期吼，7八到3期拢让掉，让过去啊，所以就欠缺这三期啦吼，失落去啊。啊，所以咱无解哈，歹势。对啊，我之前嘛想讲咱会拢找无。嘿嘿嘿，啊，所以就咱毋知影伊教会部第9期到底讲啥物件吼，所以即只看有解有。好，咱继续读咧。一项是永心信息细本吼，若使5本就好，毋免到10本吼。除遮讲的迄句约全书，即嘛佫讲另外一本叫做永心信息养心神师吼。你若汉语就是安尼吼，华语讲法吼，永心信息细本的吼。哦，啊，这读过就好啦。咱毋知你讲啥物吼，就是讲若5本就好，毋免到10本吼。啊，这是你讲啥我都毋知吼。现时涂盘已经了，着过半年才有。这是你讲啥物啊？现时涂盘已经了，涂盘是你讲啥？我知影涂盘是你讲啥啊？涂盘当然看字知影每一个汉字啊，但是毋知影即个涂盘是咧讲啥。THOU 第5声盘，第5声，毋知呢。现时涂盘已经了，着过半年才有吼。涂盘早无，所以毋知影你涂盘是咧讲啥。涂做盘啊？涂盘已经了，啊，现时呢 ？HIAN 第7声，CSI 第3声，现时。现时是汉字是视线吼，颠倒过来现视吼，华语叫现视吼。现时，过去说是出手吼，出手下面字吼，叫做现时，就下死下井啦吼。现时着主公，就是甲主公下面字啦吼。搁再转来现时，搁转来你下死下井吼，现时。啊，所以即个现时是啥物意思呢？现时涂盘已经了，着过半年才有吼。歹势，毋是我咧摇，应该毋是现时啊，应该是现时啦吼，就是即嘛即当阵啦吼。好，现时涂盘已经了，着过半年才有吼。歹势，毋是我咧摇，应该毋是现时啊，应该是现时啦吼，就是即嘛即当阵啦吼。好，现时涂盘已经了，着过半年才有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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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新交的土币毋免5个元，2个元就有吼。伊拢咧规说进前第9章讲的物件，咱看无吼。新交的土币，土币佫是啥物件？拄则土盘，即嘛佫来土币吼，毋免5个元吼。看土币佫是啥 ？THOU 第5是 PIT 第8声。土币嘛无即个词啊。我查毋着吼，土币币是第4声，对吼，土币。唉，嘛无咧。土币，出台语嘛无咧。土币毋知咧讲啥咧。好，讲新交的土币毋免5个元，2个元就有吼。又要搁继续读落吼，又要搁加2项，一项是就头前讲的迄要搁加2项吼。一项是旧约翻译白话字的，逐所在着一副。本言每副着20本，但因为欠箴言甲士师记吼，只有18本。这读个就好啦吼。箴言是和本叫做真言书吼，真言。士师记就是士师记吼。人要买蓝山本吼，是通吼，蓝山本就是零散的。啊，对，嘿，我袂晓过意思，就是零散嘿。每本2尖钱吼，2尖钱，用1尖1尖做单位啦吼，2尖钱。也一项是要互人学写白话字的字班，字班佫是啥？字班吧，还是字帮吼？我咧摇啦吼。这早个拢查无吼，字班 PAN 第7声，无字班吼。好，是亲像前写伫字铺头的款式。字铺头是啥？字铺 PHOU 头 THAU 第5声。字铺头。字铺是第7声，完全查无。无吼，是亲像前写伫字铺头的款式，总是前是记伫，哇，已经9:31分啊！哇，即个落长，好无？咱看到遮吼，总是记伫的。我即句甲读了。字铺头是伫遮，字铺头的款式，总是前是记伫字铺呢。哦，字铺是就是作业簿啦吼，写字簿啦吼，字铺应该是迄个意思吼。前记伫字铺呢吼，简单互一人用吼，
较拍算吼，较可惜了吼。当有做几条的，做几条的，几若人拢通用吼。不过着另外创纸来写。伊之前毋知咧讲啥吼，地校长讲的，咱即马看无伊咧讲啥代志吼。好，咱读到遮吼，第11期第2页吼诶，即个第2段中即只吼，来到遮吼，拢共有29条，即咱后回再搁继续读啦。安尼今仔日读到遮今年吼，咱读到遮啦吼，就后礼拜就开始休困啦。互我休一下寒诶吼，休寒就是互我休一下寒假吼。一直到过年后，咱再搁开始来安排吼。新历过年了后，咱再搁开始来排吼。应该是会先读迄个小说嘛吼，迄个市仔内玫瑰百合花甲读互对遐开始读起吼。感谢各位祝各位新年快乐吼！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做一个甲各位祝福。好，安尼到遮，感谢各位。多谢，好，多谢关。好，再会，再会。多谢大家。